感情行到這，你甲錯落，看你的表情，目睭向向變模糊，你若這無情，想講無。你我他，咱靠近好路，付出了全部，今天是心錯過，愛情啊，哪會這緊貼？哦，手要分開我可也袂感冒。感情行到這，你我錯落，看你的表情，目睭向向變模糊，你若這無情，想講無，等待你我他，等靠近。付出了全部，今天是心錯過，愛情啊，哪會這緊貼？哦，手要分開我可也袂感冒，愛情啊。现场的朋友大家好，还有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林梦总。林梦老師，我最帥氣的老師。哇，我們連續呢，今天第一場跟第二場呢，都是由我們夢總老師在這邊。我發現啊，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進校園了。真的，我們上次完之後，然後在這一次才第二次而已。因為離學校應該有10年了。哦，不要暴露年紀。不會啊，我覺得我們才第1年而已。我覺得我維持蠻好的。確實，大家今天都有看到本人，因為通常啊，我們在電視上才能看到你。或者是呢，有那個去到我們選手村的時候，會由我們檸檬老師所教導，才會看得到本人。我覺得今天來到南藝大，其實我剛剛看到那個校園，我會發現我有來過。對，很熟悉的感覺。就是之前也是來這邊當評審，就是有系學會邀請我來這邊當評審。那我覺得其實南藝大的朋友其實都很會唱歌。那今天來對了。我覺得這樣好了，我覺得因為我剛剛開場的時候啊，我覺得其實大家還是有點緊張的感覺。
我覺得來這邊就是一定要享受緊張的感覺。Okay. 我覺得比賽難免一定會緊張，對不对？站在台上那麼多人看着台上的你，一定會緊張。那我覺得把緊張說要忘掉是一件很難的事情，那就好好享受這個緊張的感覺。對，因為阿德老師說把大家當西瓜，這是很難的事情。對呀，每個都那麼漂亮，那麼帥，對不對？而且呢，其實我們在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也非常多的这個優秀的學生。对，那今天其實也有這個我們校外的人士一起來參加，這是我們第一場有就是開放校外的好朋友進到校園來參加海選。我看到應該是很多之前有來參加過紅人榜海選的，他們又再度的來到這邊，一定就是他們抱着一個非常很大的夢想，想要站到超級紅人榜的舞台。那我覺得時間的累積，還有自己的歌唱的累積，我覺得一定會比上一次還更好。對对对，我覺得這個我們檸檬老師呢講得非常對哦，所以大家可以記一下，等一下呢，我們在比賽的時候到底應該注意什麼事情，還是要給他們一點鼓勵嘛？好，我覺得因為等一下海選是用清唱的方式，對，那第一個最主要的是你要把你們的 key 抓好。因為有些人會緊張，你要到上台的時候又要自我介紹啊，就忘記說我的 key 是什麼。對，有可能的語調。對，會突然說可能唱太高了，或者是唱太低，就沒辦法好好展現你自己本身這個美好的音色。當然，所以呢，大家加油哦，好不好？有檸檬老師幫你們加持了，對不對？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要選擇自己適合的歌曲，只能好好掌握的。有些人會覺得說，哇，他唱這首歌好厲害哦。但是可能自己的好的地方不是在那一塊，對，那就因為可能自己本身是很優美的嗓音之類的，那他可能選了一首非常搖滾的、粗獷的，對，那就可能會不符合自己的音色，那就會很可惜。所以選對歌曲，就是我覺得選對歌曲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現在歡歌還來得及啊。反正我還有一首歌的時間，好好的想一下你想唱什麼。是，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們要邀請這個1號到10號呢，先來到我們舞台的面對你的右手邊來集合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來我們要再請檸檬老師呢安排一首好聽的歌曲來送給大家。好，帶來這首《好算節》。來，掌聲歡迎。今天應該是有人會選這首歌曲。因為這首歌，我上次在臨傳的時候，有很多參賽者也有選過這首歌曲，會唱的跟我一起唱。願是都予你耶穌陪你行。想攏是行到底，兩人相愛，情海是路變卦，目屎像雨聲，幽暗是無變卦，兩人存線。到這，雨傘予你拿，心事雨水是思念，不敢對你叫一兩兩的就走，你若無心莫牽掛。送到這，雨傘予你拿，願合是阮的無伴，不敢對你放棄心內的。感情把雨傘。
目屎，像雨聲，永遠是無變無人送你送到這，雨傘給你拿，青春雨水是滋味，永遠不甘與你提起心內，永遠無心愛難過。送你送到這，雨傘給你拿，我還是阮的孤單，不甘對你提起心內。感情無蹤，送你送到這，雨傘給你拿，青春雨水是滋味，不甘對你提起心愛的痛，你若無心愛看我。送你送到這，雨傘給你拿，我還是阮的孤單，不甘對你提起心愛的痛，一段感情無蹤，不甘對你提起心愛的痛，一段感情。忘词要幹嘛？繼續唱下去。是的。大家不要因為你忘詞忘記了你下一段的歌詞，那就是繼續唱下去。我覺得這是就是臨場的反應。對。那我希望大家呢，等一下大家都不要忘詞，還有呢放輕鬆。但是一件很難的事情，就像我現在也是非常緊張。對，因為呢緊張的時刻就是每次都比賽嘛，對不對？没錯。那種感覺。尤其我覺得我第一次在校園唱歌，我覺得有點害怕，有點害怕，因為大部分我都是在就是廟會啊，或者一些商演上面，但是下面我看到好多學生，我覺得哇，大家也是要比賽的，然後那種緊張的氛圍就已經傳遞到老師這邊了。你們可以放鬆一下你們的心情，放鬆一下好不好？反正呢就想说，哎，我们老師呢先幫你示範了一下，哎，那我等一下可能就不會忘詞了，好，對不對？大家把歌詞記好，記得哦。謝謝欣宇，謝謝。那我們請我們林夢老師先來到我們的評審席就坐。好，來大家呢不要緊張哦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呢等一下呢你們會更緊張，因為接下來評審老師也要一一的來跟大家介紹要出場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除了這樣呢。